来看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2025年世界竞争力的报告，咱台湾是进步2名，伫69个国家摕到第6名，经济表现去年是第26名，今年是第10名。国发会分析嘛指出讲，半导体和 AI 的表现，拢是咱加分的项目。也毋过人口的成长率，和再生能源的占比，咱爱搁加强。 国际局势直直咧变化，无论是战争、政治紧张，还是保护主义抬头等等，对去年到今年来世界经济有真侪挑战。当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会根据国家的经济表现、政府效能和企业效能，各有基础建设4大指标来评比。今年 IMD 世界竞争力年报显示，台湾伫咧69个国家内底排第6名，比去年进步2名。伫咧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经济体当中，连5年排世界第1。台湾去年在经济表现方面进步了16名，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认为是我们竞争力成长的一个原因。IT 产业的还有中高阶技术的企业研发，还有基础建设方面，政府都非常的努力。我们认为这个都是未来就是台湾竞争力提升的一个原因。 今年台湾的经济表现第10名，比去年进步12名；企业效能第4名，有进步2名。另外，亲像政府效能和基础建设，分别是第8名和第10名，排名拢是和去年相共的。因那基础建设的部分，伫咧再生能源需求比例是排59名，表现有较歹。经济表现当中，亲像出口集中度排名第60名。经发处表示，这嘛是咱的弱势，未来政府会加强协助产业伫咧全球布局。所以台湾的ICT 出口目前还是相当，在前5个月其实还是相当成长是相当大的。但是整个 ICT 的产业需求其实是在全球需求其实是非常大的，但是。会不会因为前面的急单的需求，会影响到后面？其实还有未来关税政策的一个谈判结果，其实还有一些不确定性。经发处表示 ，IMD 世界竞争力评比会当看作是国家整体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总体检。嘛表示今年面对美国关税新政策，也有全球供应链定做的无确定性，政府会继续强化台湾的经济韧性，来维持国际竞争力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